欢乐康巴欢乐行，欢迎收看康巴欢乐会。各位好，我是林峰，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在今天的欢乐歌舞环节，首先我们要去到林芝，共同去欣赏那里精彩的贡布剑歌，同时我们还要欣赏到好看的歌舞节目《高高的阿丽》。在欢乐祝福环节，除了为您送上真诚的祝福外，我们还将为您带来好听的情歌，更多精彩就在今天的康巴欢乐会。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欢乐歌舞环节。藏区地域广阔上部阿里，中部卫藏，下部多康，每个地区的歌舞都有当地鲜明的地方特色。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一系列西藏、阿里、山南、日喀则等地的歌曲节目，让大家尽情的去感受藏族歌舞的非凡魅力。山南位于冈底斯山至念青唐古拉山以南，雅砻藏布江干流中下游地区，是西藏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传说中，神猴同罗刹女结合而诞出的这个藏民之地就源自这里。山南的文化底蕴自然不用多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首歌唱山南的歌曲。
是较济，大雨是较济。曾个想啦正远，曾个想啦正远，眼水怕雨滴来，面度面度马松，面度马松。 就莫拉嘛，怎么样在家里？怎么样在家里？样在家里？不你走了陪等，走了陪等，走给。 被怕雨是较济，怕雨是较济。怎个想啦正远，怎个想啦正远，就莫夜路zam步，zam北路小田园，zam北路小田园。 今天那么，藏北不把音中，藏北不把音中，不把音中。不你走了陪等，走了陪
听过了这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同去欣赏一支西藏传统的民间舞蹈，叫阿协。阿协呢，意为劳动者之歌，源于西藏民间的一种称为打阿嘎的劳动形式。阿嘎呢，是西藏传统建筑业中一种用于铺设屋内地面和屋顶的类似混凝土的建筑材料。在建房劳动时啊，男女青年边劳动边唱歌边跳舞，用独特的工具把这个阿嘎土打实。这种劳动啊，形式集歌舞力量技巧于一体，在鲜明的节奏中呢，既娱乐了身心，又锻炼了身体。接下来，让我们在歌舞中一起感受一下。阿里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北部，是羌塘高原的核心地带。阿里以海拔高而著称。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歌曲《高高的阿里》。
人拨起，笑在深山中，蔚蓝的马旁用错，胡歌唱在日月旁。多少美丽的传说，我辉煌了你的足迹；多少虔诚的心灵，点亮了你的神奇。扎西秀，高高的阿里；扎西秀，圣洁的阿里。你在那天上，你在那人间，高高的阿里，我可爱的家乡，心中的天堂。勤劳的各族儿女，幸福在盛世中，绚丽的春光尽显你兴旺的风采，跨越世纪的腾飞，续写着你的传奇，走向美好的憧憬，倾诉着你的心愿。歌舞传情，祝福吉祥，欢迎来到欢乐祝福板块。在今天的节目中，一位来自四川凉山，名叫尼玛扎西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呢，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他最爱的人。那您最爱的人是谁呢？或许在接下来您的祝福被送出去之后，他就能够收到的。接下来，我们把一首好听的情歌送给您和您的爱人。那
物传情，祝福吉祥。接下来送出祝福的这位朋友是来自玉树，名叫多吉加布的朋友。他呢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呀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啊，希望他们能够永远的平安健康。在这里啊，我们把一首由拉格卓玛带来的《父母》送给您。歌舞传情，祝福吉祥。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如果您也要为您的亲朋好友送上真诚祝福的话，都可以按照屏幕下方的方式跟我们联系。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吧。